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7日，咱做伙读《列王纪上卷》第11章到第1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1章，法老的查某囝以外，所罗门王嘛爱真侪外邦的查某囡仔，包括摩押、阿门、以东、西顿、甲赫人的查某囡仔。上主捌命令以色列人讲：恁毋通甲遐个外族人通婚，因为因会引诱恁的心去缀别个神明。毋过，所罗门贪恋遐个查某囡仔，伊有娶700个公主做某，阁有嫔妃300。这个女子诱惑伊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，这个某诱惑伊去缀别个神明。伊的心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的心，完全顺服上主，伊的上帝。所罗门去缀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略，甲阿门人通透厌恶的神明摩洛。所罗门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专心顺服上主。迄时，所罗门为着摩押通厌恶的神明基抹，甲阿门人同厌恶的神明摩洛，伫耶路撒冷对面的山顶起山头坛，遐外邦的某拢对因的神明烧香献祭。所罗门嘛为着因安尼做，上主对所罗门生气，因为伊的心离开捌两遍对伊出现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。上主捌命令伊毋通拜别个神明，毋过所罗门无遵守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就对所罗门讲：因为你已经做这款代志，无遵守我的约，甲我命令你的规例，所以我一定要拆离你的王国，将伊束缚你的人神。毋过因为你的老爸大卫的缘故，我袂伫你活地的时做这个代志。我要对你的囝的手拆离这个国，总是我无将全国拆离，会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甲我所建的耶路撒冷的缘故，留一支族互你的囝。上主兴起一个对敌攻击所罗门，就是以东人哈达，伊是以东王的后代。早前大卫拍以东的时，元帅约押去埋葬战死的以色列人，约押甲以色列军兵踮遐6月日的中间，杀死以东所有的查甫人。迄时哈达还阁是囡仔，哈达甲伊的老爸人心中几来以东人走去埃及，因对米甸出发去巴兰，对巴兰带几来的人，甲因去埃及，到埃及王法老遐，法老就攻击厝、米牛甲土地互因。哈达伫法老面前得到真大的恩惠，法老阁用王后达比尼的小妹互伊做某。达比尼的小妹甲伊生一个囝，号名叫做基诺巴。达比尼伫法老的王宫甲基诺巴饲大汉，阁互伊甲法老的囝儿做伙住伫王宫。哈达伫埃及听到大卫倒去伊的列祖遐，元帅约押嘛已经死。哈达就对法老讲：请准我离开，互我倒去我的本国。法老甲伊讲：你伫我遮减有欠亏啥物？你若想要倒去你本国？伊讲：
我无欠什么，毋过请准我倒去。上帝佫兴起一个对敌攻击所罗门，就是伊利亚台的囝李顺。伊是对伊的主舍巴王海大底下遐得出来。大笔杀舍巴人的时，李顺调集一群人，做迄党的头目，去带伫大马士革，伫大马士革做王。所罗门活地的时，李顺甲哈达相款做以色列的对敌。李顺统治叙利亚，伊怨恨以色列。尼拜的囝亚罗波安嘛起来反叛王。伊是所罗门的元神，是以法莲支族的洗利达人。伊的老母是寡妇，叫做西罗亚。伊出手攻击王的原因是安尼：所罗门起造米罗，修补伊的老爸大卫城的破徛。亚罗波安真有才能，所罗门看到这个少年人温群，就派伊管理约瑟家所有的工程。有一日，亚罗波安离开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阿希亚伫路里拄着伊。迄时，阿先亚穿一领新衫，因两人伫田里，以外无别人。阿希亚摕伊穿的新衫拆做12块，甲亚罗波安讲：你通摕10块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对所罗门的手拆离伊的王国，将10支族互你。毋过，因为我的仆人大卫，以及我伫以色列众支族中所敬的耶路撒冷的缘故，伊要有一支族，因为因气杀我，去拜西顿人的神明阿苏塔略、摩押的神明基抹，甲阿门人的神明摩洛，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行我的道路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毋过，我无要对伊的手收回伊全部的王国，犹原要互伊一世人做王，拢是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。伊是我所拣选的，有守我的诫命甲规例，总是我要对伊的囝收回王国，用10支族互你，留1支族互伊的囝，通互我的仆人大卫伫我所拣选，互人来敬拜我的城耶路撒冷。不时有一拍灯伫我的面前，我拣选你，照你所爱的，互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你若亲像我的仆人大卫，听我所有的命令，行我的道路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守我的规例甲诫命，我就甲你同在，将以色列交互你，互你建立稳固的王朝，亲像我为大卫所做的相款。我要因为安尼刑罚大卫的后代，毋过袂到永远。所罗门爱要杀死亚罗波安，亚罗波安就逃走去埃及，到埃及王示撒遐，伊就踮伫埃及到所罗门死。所罗门其他的事业甲伊的智慧，拢记载伫所罗门记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共40年。所罗门倒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埋葬伫伊的老爸大卫的城。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。第12章，罗波安去试验，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。以前尼八的囝亚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，走去住伫埃及。亚罗波安要伫埃及的时，听到罗波安做王的消息，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倒来。亚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
来记罗伯安对伊讲：你的老爸互阮陪重的担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，减少阮的苦工，阮就服侍你。罗伯安甲因讲：恁倒去，3日后才过来。人民就倒去。罗伯安的老爸所罗门要活地的时，有元老服侍伊。罗伯安王请教因讲：你有啥物计策？我通回复这人民？因应伊讲：今仔日你若愿意做这人民的仆人服侍因，用好话回答因，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。毋过，罗伯安拒绝这个元老予伊的计策，去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服侍伊的少年人参详。伊甲因讲：这人民有对我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但恁有啥物意见？互咱通甲因回复。遐个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：这人民对王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王就安尼应因讲：我的马子比我的老爸腰较粗，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亚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，伫第3日倒来见伊。王用歹声哨应人民，伊毋听元老予伊的建议，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：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，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主。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希亚对尼八的囝亚罗波安所讲的话，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，就对王讲：代表的王国阮无份，亚瑟的囝甲阮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，担代表家恁家己顾好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，毋过罗波安犹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。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阿多兰去以色列人遐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，走倒去耶路撒冷。对安尼，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代笔家到今仔日，以色列人民听到耶罗波安倒来，就找人请伊去全会众面前，设立伊做以色列人民的王。犹大支族以外，无人得代表家。罗波安到耶路撒冷，就组织犹大家甲便雅悯支族特选的战士，共18万人，要甲以色列家交战，互规个王国搁归属所罗门的后代。毋过，上帝话临到上帝重用的人是玛纳讲：你去甲所罗门的囝犹大王罗波安、犹大甲便雅悯全家以及其他的人民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毋通去甲恁的兄弟以色列人交战，这人倒去家己的厝，因为这个代志出伫我，因就听探上主的话，倒转去。耶罗波安伫以法莲山区中间事件，住伫遐，后来离开事件，中间比挪伊勒。耶罗波安心内讲：呾这个国毋知会搁归属代笔家无？这人民若上去耶路撒冷，伫上主的殿献祭，因的心会归向因的主犹大王罗波安，因为甲我刣死，
佮倒去归属犹大王罗波安。王甲人参详了后，决定制作2只金的牛仔，就对人民讲：恁去耶路撒冷敬拜伤辛苦。以色列看咧，这个是带恁对埃及地出来的神明，伊下一只伫伯特利，一只伫丹。这个代志，互以色列人民含落罪，因为因去丹甲伯特利拜金牛仔。王伫山头起灯，设立毋是利未支族的人做祭司。耶罗波安学犹大定节期修正，毋过将日期定伫8月15，搁伫祭坛献祭。伊将所设立山头坛的祭司派去伯特利，家己嘛去伯特利献祭，互伊所住的金牛仔。伊伫8月15，就是伊照家己的意思定的日，去伯特利伫伊所起的祭坛献祭。伊甲以色列人定节期，搁伫祭坛献祭烧香。第13章，迄时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照上主的话对犹大来到伯特利。耶罗波安拄啊徛伫祭坛边咧烧香。上帝重用的人照上主的话对迄个祭坛大声喊讲：祭坛啊，祭坛啊！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大卫家会有一个囝出世，叫做约瑟啊。伊要将遐个伫山头坛烧香的祭司杀死伫你顶面，嘛会伫你顶面烧人的骨头。上迄日，伊阁互耶罗波安一个调头，讲：看咧，这个祭坛要受拆毁，坛顶的火斧要压到龟头骹，这就是上主所讲的调头。耶罗波安王听到上帝重用的人对伯特利的祭坛所讲的话，就对坛顶伸手讲：甲伊掠起来！伊伸出来的手煞硬去，袂当救倒来，坛就破离，坛顶的火斧嘛压到龟头骹。拄照上帝重用的人奉上主的话所讲的调头实现。王对上帝重用的人讲：请你为我祈求上主，你的上帝施恩，互我的手复原。上帝重用的人祈求上主施恩，王的手就复原。王甲上帝重用的人讲：请你甲我来去阮兜，食寡物件，恢复元气。我嘛要送礼物予你。上帝重用的人对王讲：你就是将你王宫的一半予我，我嘛袂甲你去，嘛袂伫遮食饭啉水，因为上主有甲我吩咐讲：你毋通食饭，毋通啉水，嘛毋通对原路倒去。上帝重用的人就行别条路，无对来伯特利迄条路倒去。伯特利有一个老先知，伊的囝来将迄日上帝重用的人伫伯特利所做的代志，甲对王讲的话，拢甲因老爸讲。老爸对因讲：伊对倒一条路倒去。伊的囝就报因老爸知，对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倒去的路，伊就吩咐伊的囝讲：恁甲我备办驴。因准备好势，伊就骑驴去入上帝重用的人，看到伊坐伫上手骹，就问伊讲：你是对犹大来迄个上帝重用的人是无？伊讲：我就是。老先知甲伊讲：请你甲我倒去阮兜食饭。上帝重用的人就讲：我袂当甲你去恁兜，嘛袂当伫即所在甲你食饭啉水，因为上主的话吩咐我讲：你伫遐毋通食饭，
毋通啉水，嘛毋通对你去迄条路倒来。老先知就甲伊讲：我甲你共款是先知，有天使奉上主的命令甲我讲，你带伊甲你倒去恁兜，互伊食饭啉水。老先知是在骗伊，伊就甲伊倒去，伫因兜食饭啉水。因两个人做伙食的时，上主的话临到迄个带伊倒来的老先知，伊就甲迄个对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讲：上主安尼讲，因为你有违背上主的话，无遵守上主你的上帝对你的命令，倒来伊禁止你毋通食饭啉水的所在啉食，所以你的心思袂当待伫你列祖的梦。食饭啉水了后，老先知甲伊带倒来的先知准备炉。迄个先知徛炉离开了后，伫路里拄着一只狮，狮就甲伊咬死，伊的身尸倒伫路里，炉甲狮拢徛伫身尸的边仔。有人对遐经过，看着身尸倒伫路里，狮徛伫身尸的边仔，就来老先知所带的城，讲起即个代志。迄个带上帝重用的人，对路里倒来的老先知听到，就讲：即个上帝重用的人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所以上主叫狮来咬伊，狮甲伊拆离，甲伊咬死。拄照上主对伊讲的话，老先知就吩咐伊的囝讲：恁甲我准备炉，因就去备班。伊徛炉仔出去，看到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倒伫路里，炉甲狮徛伫身尸的边仔，狮无食身尸，嘛无甲炉拆离。老先知就将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下伫炉的顶面，再倒来家己的城，要为着伊提口，甲伊埋葬。老先知将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葬伫伊家己的墓，伊甲伊的囝就为着上帝重用的人提口，讲：哎呀，我的兄弟啊！埋葬了后，伊就甲伊的囝讲：我死了后，就甲我待伫安葬上帝重用的人的墓内，互我的骨头活伊骨头的边仔，因为伊奉上主的命令，对伯特利的祭坛甲撒玛利亚全城所有的山头坛宣布的话，一定实现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亚罗波安犹原无要离开伊的歹路，继续设立一般人做山头坛的祭司，有意愿的就甲因封立做祭司。这个代志，互亚罗波安王朝陷落罪，直到因对地上完全消灭。第14章，迄时亚罗波安的囝阿比亚破病，亚罗波安甲伊的某讲：你起来变装去示罗，莫互人知你是亚罗波安的某。先知阿希亚住伫遐，伊捌预言讲：我要做遮的人民的王。但你着带10块面包、一寡饼甲一罐蜜去见伊，伊会甲你讲，咱的囝会安怎？亚罗波安的某就照安尼出发去示罗，来到阿希亚因兜。阿希亚因为年老，目睭查查无看见。上主甲阿希亚讲，亚罗波安的某来，要为着伊破病的囝问你，你着安尼甲伊讲。伊来的时会装作别个附近人，伊拄仔入门，阿希亚听到伊的脚步声，就讲：亚罗波安的某，入来，你是安怎装作别个附近人？我要甲你报一个歹消息，你倒去甲亚罗波安讲，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我对人民中间提拔你，设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
对大别家将王国分离赏赐予你。毋过，你无亲像我诶仆人大必遵守我诶诫命，专心顺趁我，做我看做正直诶事。你竟然做歹超过所有你以前诶人，为家己做别个神明，自偶像，叫我生气，将我等伫你诶脚趾后。因为安尼，我要互灾祸临到耶路伯安诶家，将以色列中属耶路伯安诶查甫人，无论自由诶还是无自由诶，拢甲因消灭。我嘛要将耶路伯安诶家拢除灭，亲像咧烧粪扫，甲伊烧尽。所有属耶路伯安诶人，死伫城内诶狗袂甲食，死伫野外诶空中诶鸟会飞来食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当你倒去恁兜，你诶骹一个踏入城，你诶囝就会死。以色列人民会为着伊提靠，甲伊埋葬。属耶路伯安诶人，只有伊得到安葬，因为伫耶路伯安诶家，只有伊捌做一寡事，互上主以色列诶上帝欢喜。上主要为着家己兴起一个王，统治以色列。伊要消灭耶路伯安诶家，什么时会发生？就是现在。上主要拍以色列，互因摇动，亲像水中诶芦苇，佮要对伊赏赐因列祖诶好土地，甲因拔出来，互因四散伫幼发勒底河诶迄边，因为因做阿撒拉女神诶雕像，激上主生气。耶路伯安本身犯罪，佮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所以上主要气杀以色列。耶路伯安诶某起身倒去直杀，拄啊到厝诶后殿，伊诶囝就死。以色列人民为着伊提靠，甲伊埋葬，拄照上主通过伊诶仆人先知阿希雅所讲诶话。耶路伯安其他诶事业，伊安怎交战，安怎做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耶路伯安做王共22年，就倒去伊诶列祖遐，伊诶囝拿达煞接伊做王。所罗门诶囝罗伯安伫犹大做王。罗伯安继位诶时41岁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。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政治族中竞选互人来敬拜伊诶城。罗伯安诶老母叫做拿玛，是阿门人。犹大人民做上主看做歹诶事，因犯诶罪比因列祖所犯诶搁较重，激动上主怨妒。因为因伫逐个悬诶山仑仔，逐丛青翠诶树下面起山头弹，做石条像甲阿舍拉女神。国内阁有乱动，以色列人学上主伫因面前赶出诶外族人所做可恶诶事。罗伯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诶宝物拢抢去，佮抢所罗门所做遐诶金诶盾牌。罗伯安王做铜诶盾牌代替遐诶金盾牌，交互顾王宫大门诶侍卫长固守。王逐遍入上主诶殿，侍卫就举遐诶盾牌，后来佮带转下伫侍卫室。罗伯安其他诶事迹，甲伊所做一切诶事，拢记载伫犹大诶王史。罗伯安甲耶路伯安常常交战。罗伯安倒去伊诶列祖遐，甲伊诶列祖安葬伫大别城。伊诶老母叫做拿玛，是阿门人。罗伯安诶囝阿比亚煞接伊做王。
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列王记上卷第11章到第14章。